愿上帝平安、甲温暖祝福，拢甲咱做伙伫地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人民院，人民院有限，总是愿知，当阮愿意来到你面前的时，你的话，你圣神就要甲阮做伙伫地。求上帝帮助扶持，互阮拍开耳孔，听见伫早起时你要向阮所讲的话语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主前3000年，就是距离现在至少5000年以前，伫古埃及的文明内底就发现有文字这项代志。然后伫当时，就是主前可能差不多2500年以前，迄个古埃及，咱来知影即摆吼，埃及学真流行。古埃及就有学校内底课程，咧教人安那写批，所以可见，当文字产生了后，过无偌久，人就用批信这种方式来做人甲人中间信息的沟通，甲信息的管道。过去咱来知影，这个批真少，嘛真罕见。是安怎讲？咱来知影，咱即摆捌字的人吼，到现在至少大概伫台湾可能超过95%以上捌字。总是伫过去，特别是真久长的年岁来大概所有的人捌字的这个比例未超过5%，听有意思无？真久长的日子内底，会晓读会晓字，常时将这个字读出来，解说这个意义。其实大概伫真久长的年月内底，全世界的人口未超过5%，所以真少的人，过去的人真少人捌字，所以这个文字伫古早来讲是真少、真罕见。常时有一个真要紧的代志，就是这个过去写批的人，嘛爱有会晓读批的人，听有意思吼？就是写的人行去，遐嘛爱有人会晓读这个批，互人知影这个意思。所以这是真。所以批信这样代志，伫古早是真罕见、真少。所以通常伫古早的时代，批信拢会用真优雅、真正式的文字来书写。然后受批的人，因会当是个人或是团体。所以刷落去，迄个寄批就是邮政的系统，也因为安尼来产生。然后邮政的，所以简单来讲，就是传达信息的系统啦。所以伫美国，伫每一个国家其实拢有迄个系统的过程，就亲像咱今仔真熟悉的马拉松，真侪人真爱走马拉松，迄个马拉松，咱爱知影古早就是传达信息的人，伊要去达因的城市讲，要攻打咱的对敌来啊！所以伊就走去到伊的城市，宣布这个消息了后，就拍落去死去。这是马拉松的由来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邮政也是批信甲讯息的传达，这后来也真侪，就是真侪咱今仔所看到的邮局啦。虽然即摆邮局渐渐会互人，嘛有可能会互人淘汰，嘛无得靠啦吼。我相信这种古早的形式、文字传达的方式，可能袂互手机所取代。
总是这种传达信息的方式，就是批信。事实上，伫过去就真做上帝福音的出口甲管道，就亲像咱今日所读到的这张批，这是一张批，然后这就是罗马书。罗马书第1章第1节的 A 段是安尼讲：做伙来读这段圣经，做伙来读来。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。保罗是罗马书这张批的作者，历来大概无人怀疑，总是伊所写批去的对象，都有真侪猜测，真侪人咧译。罗马书第1章第7节，咱这个一开始罗马批信的古早的请安的话。第7节是安尼讲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写这张批，予恁所有住伫罗马，上帝所听、所选调做伊信徒的人。原文应该是做，予伫罗马为上帝所听、受调做圣徒的证人。圣徒这字，只要是伫圣经内底有藏着圣，就表示予上帝分别做圣，住伫罗马的基督信徒。伫旧约内底，圣这字甲分别有关系。就亲像出来记28章第3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遐会得到我智慧的神，充满的牛的师傅。你着吩咐因甲阿伦做礼服，互伊分别做圣、做祭司，服侍我。上帝吩咐摩西特别做一领礼服，互一个有限不配的人担负这个圣职。是安怎？为着要互人。出来记19章第6节讲，互人成做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所以保罗伫遮引用的，伫伊的批信内底引用的是一个旧约的概念。伫伊的批顶头，其实时常用圣徒来称呼当时的信徒。所以每一个信徒，所以圣徒。毋是代表这个人特别神圣，圣徒的意思就是甲上帝有关系啦。所以当咱来到这，咱拢会当互人称作圣徒，因为咱来到这为着要甲上帝有关系。简单来讲是安尼。然后是安怎？保罗咧写这张批的时阵，罗马已经有教会咧。初代教父约西比乌、耶罗米甲欧罗修拢认为彼得捌担任过罗马教会主教，总是先到后来就开始怀疑啊，讲保罗咧写罗马书的时阵是安怎？那彼得是罗马教会的主教牧师，是安怎？伊无彼得请安，是安怎？伊嘛无写着彼得。所以近代的学者大部分认为，这是罗马的教会强调彼得使徒传统发展出来的讲法。根据一份主后4世纪下半段的文件，当时对罗马信徒的描述，近代学者大部分认为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第10节。所讲到迄个五旬节，圣神充满的时，迄个群众内底，当时群众内底有徛起伫罗马的人，后来因伫遐归信，转去罗马。使徒行传第7章54到第8章的第1节，伫司提反顺道了后。耶路撒冷的教会拄着迫害，才信徒分散，所以新加嘛猜测有一部分的人就来到罗马。
咱爱知罗马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，就亲像台北同款，台湾的台北。所以人会去到罗马，有机会会走去罗马来追求会当工课，就是甚至会当好嘢的机会。然后真侪努力也互人会袂去到罗马，所以咱是推测，神学家现代神学家是安尼推测讲，大概基督徒是安尼来，然后基督徒来到罗马，伊若是真正的基督徒，伊就会去找基督徒建立教会，这是罗马教会由来。保罗称家己是基督耶稣的仆人。这延续了旧约先知的宣告，就亲像以赛亚书49章到66章的仆人的歌。所以保罗自称伊是仆人，就亲像先知咧宣告讲，弥赛亚的时代已经来。总是学者嘛咧提醒咱，罗马书的读者有可能有真多。对犹太传统内底这种真无识的外邦基督徒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仆人的另外一个读法，因咧建议讲，咱嘛会当读做是保罗咧当时罗马社会内底，因有一种赞助人的一个特殊的邀请。换一句话来讲。保罗讲，伊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对无？伊服侍耶稣基督。即群人若是耶稣基督军队、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因保罗毋茫因会当来赞助，因为这伫咱后礼拜咱会读到。因为保罗毋茫即群毋捌伊，因为伊毋捌去过罗马，伫即张批教的时阵，伊毋捌去过罗马。所以，伊毋望即群毋捌伊的罗马教会基督徒会当支持伊去到西班牙宣教。罗马书第1章的第1节尾段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奉上帝选调做使徒特派来传伊的福音。原文是做。受调做使徒，被分别出来，第一伫上帝的福音。这句话其实甲加拉太书的写予加拉太保罗写予加拉太的迄张批第1章第15节真类似。保罗用受调加分别出来，咱伫遮读无到吼，分别出来。其实分别出来，我拄有讲过，迄就是性的意思，来指出伊家己这个使徒的职分。使徒伫古典的希腊文内底是指迄个出海军队的指挥官，用现代语言来讲，就是大使。听有意思吼，使徒其实就是大使的意思，就是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亲像咱派伫别个国家的大使。所以这个大使，伊到代表伊家己，毋是吼。人尊重伊是因为伊代表伊的国家，就是伊的王。听有意思吼？所以伊并无真要紧，要紧的是伊代表的，这就是使徒。所以保罗称伊正做外邦人的使徒，是上帝呼召的结果。总是伫初代教会内底，使徒这个字是一个权威的职分，需要下两个条件。咱来读圣经，咱若捌读使徒行传就知，两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叫做捌看过，就是主耶稣。伫这个世间生活的时，捌见过主耶稣的人，这记载伫底？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21节到22节，这是第一个条件哦。使徒只有两个条件尔。第二个条件是
伊会晓行新约技术的文书，伊有迄个行新约文书的文书。这记载伫哥林多后书12章第11节到12节。上时有第一个条件，才有第二个条件，听有意思吼？所以第一个条件是上要紧的，就是捌见过主耶稣。这就是使徒的条件。所以，若无别人证实就是认可，其实无一个人会当安尼自称。保罗事实上并无伫耶稣上开始的军队者，迄个互人推选的使徒的迄个门槛内底，其实伊并无。咱若读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12节到26节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伊是第13个使徒。实际上，使徒这个字伫教会内底，对初代教会到现在，大概只有这13个尔，就是加一个叫做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安尼尔。其他家己自称家己是使徒，就亲像我现在有看到某台湾人的牧师，伊当时叫牧师，我毋知影，伊会自称家己是使徒。事实上，我讲过，其实称做使徒并无啥物真大的意思，因为使徒本身只是代表上帝尔，伊是代表上帝的人，总是毋通安尼凊彩黑白伫教会内底自称，安尼会互人笑。就亲像江斯托德牧师所观察的。保罗伫遮其实一开始有一个自我介绍，伊这个自我介绍特别将牧人甲使徒做伙写出来，就显出伊卑微佮尊贵的身份。目的只有简单的一个目的尔，伊这个目的是毋望伊会当成做罗马教会所差遣出去，罗马即群基督徒所差派出去的宣教师，安尼尔。罗马书第1章第2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圣经，做伙来读来。这个福音是上帝早前通过伊的众先知记伫圣经的应允。伫旧约内底，先知是传达上帝信息的人。所以，有一个中文的翻译本叫做吕正中翻译本，直接将先知翻译做神言人，上帝所讲话的人。所以，请毋通误读，将先知读做是讲预言的人，真歹势哦，毋是哦吼。咱读到先知这字，请毋通互这字的中文翻译所误解。咱所读到伫旧约内底以及圣经内底所有的先知，拢是表达是一个传达上帝信息的人。所以假使咱也会当对牧师的话听到上帝信息，有可能我就是先知哦。上帝的信息，咱相信伊是真。所以，伫现在、伫未来，拢会实现。所以，试问着有可能会讲到未来，总是迄个实现，毋是在伫讲话的人的困难，毋是迄个实现是在伫上帝的困难。听我的意思吼，所以请毋通误读，互即字的中文翻译误解。然后，圣经，咱伫遮读到的迄个圣经即字原文的意思，应该是遐个神圣的著作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伫遮是咧指犹太教的经典《图拉》。这个《图拉》其实就是旧约的前身。
保罗伫遮用简单来讲出，伊所传的是可靠的，伊所传的福音是可靠的，是确实的。因为上主早就已经照着先知甲律法来讲起有关系着弥赛亚的应允。罗马书第1章第3节，刷落安尼讲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得讲起伊的囝，咱的主耶稣基督，对人性来讲，伊是大笔的后代。新学家认为保罗有可能是解写当时伫信徒中间流传的信仰个别这段，所以第3节到第4节是连起来。听有意思吼，我伫遮来拆开尔。第3节到第4节其实是有可能是当时保罗伫遮解写当时伫信徒中间因的信仰个别。这是上早的形式的信仰个别，所以保罗爱这个罗马的信徒会记住，恁逐摆检采伫敬拜内底，咧个别的耶稣，就是犹太人传统毋望要来统治上帝国度的受抹油的迄位，基督其实就是受抹油的迄位。罗马书第1章第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对圣洁的神性来讲，上帝予伊对死人中搁活，用大能力显明伊是上帝的囝。希腊文应该是做照圣洁的神。事实上，圣洁的神伫新约内底只有出现伫这个所在。真明显就是咧指圣神，咱后来拢来翻译做圣神。用圣神的角度来看，是上帝予伊对死人中搁活，然后死人中搁活伫遮是原文是复数，毋是单数哦，是复数，就是真侪人的意思。所以保罗透过这字。事实上，甲《使徒行传》26章23节，保罗伫阿基帕王面头前的见证真类似。保罗要透过安尼指出，虽然耶稣基督对死人中搁活，总是伊的死要带予所有的人对死人中搁活的毋望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亲爱的兄弟姊妹。保罗透过一开始的信仰个别，要对咱讲这项代志。上帝开始这个福音，毋是使徒发明的，是上帝启示，伊派使徒任务去宣扬。所以保罗用短短几节的宣告，提起主耶稣的生，伊是大笔的后代，死搁活。来说明福音的本质甲内容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伫保罗的见证内底，伊是有限肉身的存在，总是伊的搁活要显明上帝的大溃力。所以主耶稣的卑微甲尊严并存。两者甲大溃力并重，这就是咱所相信的基督。伊两者总是满有大溃力，伊道成肉身，互人高举。咱相信伊，咱的性命属伊，咱的主权也属伊。罗马书第1章第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阮对伊得到恩赐做使徒，为着基督的名，要互万民信来顺叹。伫这段真特别的请安的上尾，咱来知影，咱读到只是这张批的请安尔吼。这张批请安真特别的请安的上尾，
保罗提起一项代志，伊得到一个耶稣基督，予伊真特别的礼物，就是正做高举伊名的大祭。使徒其实就是大祭的意思，所以伊是迄个上帝赐伊这个礼物，予伊来高举伊的名，予万邦各国的人相信伊。然后上尾两字真特别，旧的和合本翻译做信服真道，就是2010年的和合本翻译做信来顺探，这就是咱今仔日的翻译信来顺探。然后伫新约内底，这两字甲做伙出现，只有伫罗马书出现尔。然后伫罗马书出现，佫真特别哦。罗马书出现只有出现伫这个所在，以及罗马书的上尾，就是16章的26节。咱爱读到上尾，咱还会佫读到这两字夹起来。所以保罗透过这两字夹起来要讲啥？其实真侪学者有讨论。咱若对希腊文原文来翻译，叫做信的听探。信的听从，信的听探，然后这两字分别伫这张批内底出现真侪遍，加信这字就出现40遍，然后有无同款的意思。当然，咱日后会读罗马书的时阵，会具体提起。不过，神学家认为保罗将伊线落去所要讲的内容。伫这个所在，用这两字简单来描述。虽然这甲现在教会讲台顶头真侪讲员会讲顺服，就是得到福气，顺服就是蒙福。这种讲法真类似，可惜因引用的经文大部分毋是出对者。到底保罗伫这张批内底？要对咱讲信是啥物货？检测会当对信这字伫希腊文内底真丰富的意思中间，咱会当读到一点啊。信这字的意思是啥物货？第一是达得人信任的特质，所以咱会当翻译做信实，就是忠实的意思。就亲像咱读到马太福音23章的23节，耶稣咧责备文士甲法利赛人的时，伊安尼讲：做伙来读这段经文，做伙来读来。律法所重视的正义、仁慈甲信实，恁颠倒忽略，这个才是恁应该实行的。顶面遐个嘛毋通忽略。这是马太福音23章。主耶稣的指责，伊指责文士甲法利赛人讲：恁真假，恁言行无共款，恁行袂出，互人达得信任的性命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就是信息第一项，第一个意思。信第一个意思，第二个意思是因为特定的人、特定的代志甲物件的可靠。所产生的信任，所以重点是啥物货？重点是特定的啥物人、啥物代志、啥物物件，会当翻译做信心，就是信靠。所以主耶稣去到加别农的时，伊拄到一个罗马的军官来为着伊的仆人求医治。这个军官既然对耶稣讲：“只要你吩咐，我的仆人就会好。”伊的仆人并无出来哦。所以耶稣是安尼反应。马太福音第8章第10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耶稣听了，感觉真意外，就对遐个缀伊的人讲：“我实在甲恁讲，连伫以色列人的中间。”我都要毋捌看到这款的信心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这叫做信。
信就是信心，信第三，搁较会当指因为信心所产生的威信，那安尼就会当翻译做信用，就是信念。罗马书第1章第6节，伫即章请安保罗罗马教会的兄弟姊妹请安。这段内底上尾，伊是安尼讲，伊是讲嘛包含恁遮的受选召、归属耶稣基督的人。一般认为，新约家即摆已经会当推算，这张批是写伫主后56年，就是57年。然后保罗伫哥林多这个所在写罗马书这张批。当时罗马城。这座城是全世界上大的城，当时住差不多100万人。这是当时差不多罗马是上大的城，全世界啦吼。当然，即摆现在全世界上大的城不止啊吼，住不止遮多人。不过当时罗马这座城住差不多100万人，其中可能有5到8万的犹太人。然后，即群罗马的基督徒咧，其中这个信基督，除了信基督的犹太人以外，可能有搁较侪是敬畏上帝的外邦人。这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13章16节。所以，因虽然会参与犹太会堂的活动，因必然已经开始有固定的组织。总是一定搁较小群，差不多5万到8万的中间，然后搁较小群，偌侪人，咱现在搁有真侪推算。虽然安尼，总是保罗学了因有即种信来听谈的本质。什么会叫做信来听谈？就是因有一种愿意不分彼此。彼此是啥物货？其实古早的人分了真清楚，你的社会地位是啥，就甲什物社会地位的人做伙斗阵。你是犹太人，你是外邦人，你是啥物人，拢分了真清楚。其实到现代，咱嘛会真自然而然来分即种人，总是伫基督内底，咱拢愿意无分彼此，看彼此是得到上帝选召、受祝福的人。罗马书第1章第7节的尾段，这也是这个请安上尾的话语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赐恁稳定加平安。愿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恁稳定甲平安。稳定的原文是运会的意思，其实是甲希腊人时常伫批信内底所写迄个祝福、愿、喜乐是共音，在希腊文内底伊是共音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伫遮偷换概念啦。伊用另外一字来取代愿喜乐之字啊，然后和平咧，这社拢，这甲犹太人日常见面请安有关系。这是保罗真书信内底真标准的请安的迄个方式，总是这是一个真无正常的请安。因为希腊人袂安尼写，听有意思无？只有出现伫保罗的批信内底啦。咱读了真习惯，想讲当时人拢安尼写无啦。这叫做真无正常的请安的形式。保罗用恩惠就是恩典来取代了愿忍喜乐之字，要显明
若毋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伫咱生活内底，咱无法度真正的喜乐。所以要有恩典，要有恩惠，才有喜乐。听有意思吼？伫清安内底，迄个沙龙更较显明，伊要讲的沙龙，甲罗马帝国的罗马沙龙、罗马和平完全无同。因为所谓的罗马和平，咱来知影罗马和平是当时伫罗马帝国内底世界拢看到的标语。这个标语是奥古斯都用极权统治、用政治军事的手段所带来的和平。罗马和平，因强调哦，你听我的就是和平，听有意思无？你听我的就是和平。总是保罗要大咱讲，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的和平，无需要透过战争、压制、死亡来达成，是要透过上帝的恩惠，才有法度达成这个和平。可见，只有上帝恩典，才会当成就和平。克兰惠尔德这位神学家，近代神学家，已经伫2015年过身。伊认为，恩惠甲平安是甲上帝和好所带来的祝福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伫这段上尾的祝福内底，伊更加个别，恩典甲平安是对咱的病，毋是我的病哦，是咱的病。然后这个病，咱的病，佫有一个另外真特别的个别，因为当时罗马帝国的病是凯撒，是罗马皇帝，因敬拜嘛是罗马皇帝，所以透过这个真无正常的清安来宣告一项代志：上帝是犹太人甲外邦人的统治者，恩典对主耶稣来，毋是这个执政者凯撒。各我的主要统管一切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基督教福音所要宣扬的福音，超越过帝国甲种族的界限。保罗透过伊的批，这个真无正常、真无甲当时的批是完全无同的清安，伊穿过历史，要互咱见证着上帝迄个永远不变的计划。就是福音伫无共款的文化内底，拢会当互人听见。就亲像福音嘛会当来到台湾，来到现在，互人听见共款。直到今仔日，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持续领受伊所赐的恩典。这恩典是啥物货？这恩典就是各我的主。伫咱生命所显明的快乐，体验伊所享受真正的笑容，就是咱会当甲人、甲上帝有和好的关系。愿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笑容，真正伫咱中间，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愿感谢你赏赐带领，互阮透过保罗这个真无共款，甲人真无共款的清安，要对阮讲，你所享受的恩典，教也愿用，是阮所领受到的恩惠，伫即时可能无啥共款。阮中间检测有人犹原为着家己的病痛，为着家己的性命来挣扎。总是上帝，你要使阮有快乐，因为阮知毋是出对阮本身，是出对你。阮就快乐去面对阮生命中的挣扎。阮知
阮要领受这个恩典，来伫阮生命中，互阮甲人、甲阮家己、甲上帝有好好的关系。求上帝所赏赐的谢拢，就甲阮做伙伫地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